愿上帝恩典，甲咱做伙期待。我拄伫练歌进前，我就有讲过，今仔日是教会节期内底的圣神降临节。什么会叫做圣神降临节？我拢伫教会真久的人会讲，这叫做教会生日。换一句话来讲，教会就对今仔日，就是对这个礼拜日的这个纪念来开始的。过去一群人受圣神引带，互因拍破彼此中间的隔离，上帝圣神来有会影响，互因用无共款的口音，既然会当互相见证上帝的话，迄时众人见证着这项代志，迄个时阵教会才正式来开始。所以阮拢讲圣神降临节就叫做教会生日。咱透过这个主日，咱来纪念上帝，互咱无分彼此，无分关系，拍破咱中间的隔离，真正互咱会当甲伊面对面的亲像拄只男生即几位男生带咱所看到的。但是更较要紧的是，上帝圣神来嘛拍破咱人甲人中间的迄款的隔离。过去用语言隔离的，伫圣神的下面内底，才会拢受疼离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伫教会内底，咱爱学习这项代志，学习咱互相拍破隔离，真正知影认出这就是上帝所赐予我伫地面上的兄弟姊妹。所以这是所以我逐摆拢邀请咱会互相来拍招呼，嘛是即种的意思。所以咱若方便，会当甲附近的兄弟姊妹有一点接触，将握手。若无方便，咱会当用讲数，然后甲边仔的人讲真欢喜，会当甲你做伙做礼拜。请会记即圣神伫咱中间做工，即款的气力是帮助咱互相拍破隔离。愿上帝甲帮助咱去领受着，去见证着上帝伫咱中间的气力，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帮助阮，互阮耳孔拍开听见，伫早起时你要阮所讲的话语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这个世间有真侪人无接受有上帝这个概念，甚至诚侪无神论者，是因为因无法度理解这项代志。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，因无法度理解一个全能的上帝，他会当用阮邪恶甲苦难伫这个世间发生。实际上，这毋是一少数的人有这款的问题尔。实际上，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。亲像无真简单来回答。C.S. 路易斯就讲起，这就是伊原本反对上帝的原因。所以，连 C.S. 路易斯这个出名的学者，后来嘛真做基督教真要紧的见证者的人，一开始伊嘛反对上帝的原因。后来 C.S. 路易斯伫伊的册内底，伊安尼写，伊讲：当我深入来想，我所想的迄个无公平、无公义，上帝所想述这个世间的迄个无公义，是用什么标准？若用我做标准，那安尼我徛袂牢啊！应该爱用上帝做标准对吧？所以我所想象的苦难，可能毋是我所想象的苦难哦。对一寡人来讲，迄个苦难有可能无啥共款哦。所以无应该用我的标准，也是上帝降在的邪恶伫咱中间发生这个代志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个世间所有的宗教，只有基督教咧宣告这项代志。
照着耶稣基督，上帝真做独一个完全的人，伊亲身经历过人类绝望、拒绝、孤单、丧凶，互人背叛、受审判、必定，甚至死。伫十字架顶，主耶稣经历永远的拒绝甲痛苦。当时咱知影，上帝伫听内底也甲伊做伙受苦，做伙经历气绝。是安怎上帝要安尼做呢？圣经咧对咱讲这项代志，这是为着上帝为着要拯救伊所创造的世界，以及这个人要拯救这个人的使命。伊必须要为咱的罪付上代价，只有安尼，将来伊才会将罪恶甲苦难来结束，毋是结束咱。听有意思吼？将来伊才会将罪恶甲苦难结束，毋是将咱这个人结束。这就是其实这就是今仔日的经文咧对咱讲的。罗马书第5章1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罪对一个人进入世间，死嘛爬入来，结果所有的人拢会死，因为所有的人拢有犯罪。原文是安尼写，讲罪借着一人进入世界，死嘛借着罪进入世界。咱来知，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阵，创造人，其实人原文就叫做阿当，阿当的意思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阿当也是人类的意思哦。咱来会记这项代志哦。这个阿当，上帝对人讲：园内的果子你拢通食。创世纪第2章17节是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毋过，迄阵会互人分别善恶的树，伊的果子你袂用得食。你若食，迄日你一定会死。换一句话来讲，死是安怎伫这个世间发生？死是照着亚当违背上帝命令来进入这个世界。这就是保罗的论点。伫希伯来文内底，我多已经讲过，亚当通解释做全人类一个集合的名词，全人类。所以这就开始后来咧讲亚当人有表的可能性，来诠释做有表的可能性。实际上，这不只是咱这个时代的诠释。上时也是当时犹太教的论点。当时伫主耶稣的时代，犹太教有包括希尼册，包括死海古卷、厝经的所罗门智训，以及以斯拉的线篇的拢有讲。伫以斯拉的线篇第3章的21节是安尼讲。因为第一位亚当有邪恶的心犯罪，被败坏，不但伊一个人，并且所有对伊来生的人也是安尼。然后咱有读到这段话，叫做罪对一个人进入世间。二古书顶是安尼解说，伊讲对这位的内面。伊诠释这节啦吼，诠释这节是对这位的内面，所以来发展出原罪的教义。二古书顶认为罪是照着亚当的生育，代代遗传予伊所有的后代，然后。后来，马丁路德甲加尔文也缀这种讲法，所以毋单是天主教，
连主流的解决中，教会也拢是即种论点，就是人是代代透过生育、生育来有这个罪。总是事实上，近代学者认为，咱若看原文，即种理解的证据真弱，甚至差不多无。所以近代学者是怀疑这厄古斯丁是用家己的想法来解释这段。实际上，下面的这几种的理解，这是保罗伫原底伊所要讲的。第一，是因为即位的缘故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认为人犯罪是受到亚当犯罪影响的缘故。第二，有可能是照这个现象，所以保罗是咧讲人犯罪是有样看样。台语有一个有样看样吼，所以换这同款的意思吼。就是这原文真有可能是有样看样，就是照看亚当犯罪样相来行。第三种解释方式就即节吼，即节第三种解释方式，就是伫这个世界，因为这个罪有可能是人，嘛有可能是世界。听有意思哦，迄个希腊文有即种真特别的用词，所以无真清楚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因为亚当的犯罪，罪进入世界，世界就成做人犯罪的所在。听有意思吼？所以即字其实特别是12节，历代12节佫有一个真大的问题，就是伊伫原文来读是无完整，所以近代学者有真侪讨论，我看了拢火气。不过，我认为，虽然亚当造成安尼解释，保罗即款的看法，其实离开这个厄古斯丁的这个原罪论，其实真远。我嘛要坦白讲，厄古斯丁即种原罪论造成真侪的困扰，就亲像咱掠做性是罪，这项代志其实伫古早以来就影响整个教会。第二是咱我甚至知影有教会佫有请人为着伊的祖先的罪认罪。我毋知影咱知影有即种的教士抑无？这拢是即种原罪论所留落来真歹的看法，咱他有啥物资格会当替咱的祖先来认罪？听有意思无？咱有啥物资格会当替咱的祖先认罪？咱其实无资格，毋通掠做迄是有效，毋是哦吼。咱是无资格替伊来认罪。所以亚当虽然造成人爱面对死亡的困境，总是咱袂当因为亚当的过失，将人一定会死即款的责任撒互亚当。实际上，咱每一个人拢要为着家己的罪，为着咱离开上帝心意来负起责任。罗马书第5章1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也未有律法以前，罪已经伫世间，不过无律法，罪就无算做罪。13节到14节其实是一句，是保罗要解说12节所写的。原文是13节，原文是直到律法来以前，罪已经伫世界，总是无律法，罪无算做是罪。咱来知影摩西伫西奈山顶头领受上帝话，颁发互以色列人进前，亚当早就偏离上帝心意。总是亚当偏离上帝心意的时阵，当时也未有摩西律法啊，所以保罗是咧讲这样代志。罗马书第5章14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
毋过对亚当到摩西迄段期间，四代支配全人类，连无犯着亚当所犯的过失的人，嘛着死。亚当是得要来迄位的有表。原文是安尼讲，总是四早刻早伫亚当到摩西的时做王，甚至统治遐个无犯亚当共款过失的人，就亚当是将来的人的典型。保罗是咧对咱讲，亚当虽然无伫摩西的律法下面，总是以死就显出伊的罪。听有意思吼？以死就显出伊的罪。既然亚当一个人为着所有的人带来决定性的后果，就是死。那安尼就有表基督一人，嘛会当为着所有的人带来决定性的后果，就是我。罗马书第5章15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不过亚当的过失，甲上帝白白的恩赐未必的，因为若对一个人的罪过，众人拢着死。上帝的恩典就是伊通过耶稣基督一个人，白白赐予众人的恩赐，一定更较丰富。原文会当安尼讲，总是迄个恩赐减无亲像迄个过失共款嘛。那因为一个人的过失，真侪人死。更较侪上帝恩典，甲伫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享受，就更较进入更较侪的人。克兰菲德是安尼讲，伊讲上帝恩典其实是真有度量，超过伊的刑罚，因为亚当一人的罪，为着伊甲伊的后裔。地教邪恶影响，总是嘛证明另外一项代志，一个义人的顺服，必定会有更较大的影响。罗马书第5章16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一个人所犯的罪，甲上帝白白恩赐未必的，照审判，连一摆的过失。嘛宣判有罪，毋过照白白恩赐，侪摆的过失嘛宣判无罪。原文会当安尼讲，迄个赏赐嘛无亲像即着一人犯罪带来的结果。一方面审判照着一人递到定罪；另外一方面恩赐照着真侪人的过失递到无罪讨办。保罗是安尼讲，亚当犯罪是以一遍的过失对无所得到的，总是上帝判人无罪，是上帝对历世历代的众人所犯一切罪的回应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这就是上帝照着耶稣基督享受丰盛的恩典。罗马书第5章17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那因为一个人的过失，是通过这个人支配人类，安尼耶稣基督一个人所成就的一定更较大。所有领受上帝丰富的恩典，就是白白互上帝宣判无罪的人，会通过基督来支配家己的性命。原文会当安尼讲，那因为一个人的过失死，照着这个人做王。那安尼更较侪，遐个领受恩典家己享受的人，照着耶稣基督一个人，会当伫性命中做王。虽然因为亚当的过失，互死亡伫人身躯顶头做王，总是得到上帝恩典，因信被称义的人，搁较会当照着基督赢过死亡甲罪恶，照着上帝的囝
搁活的性命来活。罗马书第5章18节到19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为一个人犯罪，众人拢受定罪共款；因为一个人义的行为，众人拢受判无罪来得着活。因为一个人背逆，众人拢正做罪人共款；一个人顺服，众人拢正做义人。18节的原文是因为一摆的过失过犯，众人拢受定罪共款；因为一摆的义行，众人也被称义得着活。保罗用一种对比的方式来讲，一个人犯罪违背命令背逆，指的是亚当；另外一个人义的行为顺服，指的是耶稣。近代的学者曾思翰伊安尼讲，伊讲保罗伫遮搁较可能咧讲，因为这叫做一项名词啦吼，集合名词。所以伊认为保罗伫遮搁较可能咧讲，亚当甲基督有表两个无共款的群体，一个是有缘伫罪人，另外一个是伫基督内底，并且进到义的法律地位。所以曾思翰问讲啊，请问你伫倒一个群体内底、团体内底？罗马书第5章20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律法会制定互罪过加添，毋过罪加添，上帝恩典搁较加添。原文是安尼讲，律法是外天的，为着要叫过失显做罪，总是伫倒位罪显做罪，恩典搁较侪，恩典搁较侪。保罗用这字真特别，叫做外天啊！吼，这是一个真特别的名词，因为这个名词保罗用安尼来形容摩西的律法，真趣味。因为这字有迄种偷偷揽入来的意思，其实是贬义的意思，就是讲这字吼，就是你偷偷入来啊！本来上帝恩典就拢互咱啊，结果律法是偷偷入来，迄种看轻的意思啊！吼，所以保罗伫遮咧对咱讲，若无罪，摩西的律法就无必要。总是就是有摩西的律法，只是要互人认清罪这个事实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定律法的原因是啥物货？要互咱看清哦，这就是这种罪，这就是迄种罪，安尼尔。到真正解决罪问题，无吧？咱定一个律法出来，是咧看，互咱看哦，这个有罪。颠倒，互罪显搁较侪，敢毋是咧？倒有法度解决罪问题，无法度。所以保罗是咧讲，只有上帝恩典才有法度真正解决罪问题。所以上尾保罗做一个结论，这是规段的结论啦吼，对12节开始的这个结论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安尼，罪通过死来支配，上帝恩典是通过义来支配，互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活命。我们应该安尼讲，为着要亲像罪伫死内底做王共款，恩典共款照着义来做王。照着咱的主耶稣基督带来永远的性命。马丁路德的讲道嘛是甲我今仔日共款吼，拢逐节解说。伊咧讲道解说着即节的时阵是安尼解说，伊讲，若毋是罪死无法度管辖人，保罗加上恩典，就表示毋是因为人做啥物。人有啥物功德，
是出对上帝的美好。保罗用过去式讲叫罪捌通治，这个伫遮吼，迄个原文是过去式，所以是过去式咧讲到罪捌通治，毋是讲罪已经无过合制遐属血气的人，是要照着安尼来分别亚当甲基督因所属的时期。所以一旦耶稣基督恩典开始伫任何一个人身躯顶头掌权的时，罪甲死就无搁做王合制人。咱来知影，伫教会史顶头真要紧的信用典范，甚至被封做圣人的人，亲像厄古斯丁、马丁路德，或是加里文。罗马书对因拢真要紧。实际上，咱读到罗马书后壁，咱就会知影，厄古斯丁是安尼信主。伊就是有一工，迄个酒醉倒伫因兜后院，结果迄个边仔囡仔咧唱儿童歌，伊听儿童歌，互伊误会啦，听着讲摕起来读，摕起来读，伊就摕起来读诶。读第罗马书啦，厄古斯丁是安尼信主的哦，读着罗马书，伊感觉迄个上帝对伊讲话。所以罗马书对遮个人拢真要紧，像是遮个要紧，伫教会史上真要紧的人嘛，拢有权势，遮个权势真深刻来影响后来的教会甲教义。到20世纪，卡巴特用写罗马书的注解来批评整个世代19世纪以来迄个理性过头强调理性科学高举人的思潮甲自由神学，伊照着罗马书解说罗马书来呼吁。爱转来到上帝主权甲伊的拯救。实际上，到近代罗马书犹原是现代神学家真要紧、不断出册的内容。所以中文也好，英文也好，所以讲罗马书对讲道的人来讲是一个真大的负担。我过去无啥敢讲罗马书，因为我要坦白大家来讲，罗马书的每一节，拢是互人亲像用放镜共款，咧看，逐字拢有解说，然后歹势，逐字有的人阁有无共款的意见。所以对讲道者来讲，有一个真大负担是，讲道者到可能读了，才会找至少我算过，至少超过40本以上的注解册。总是不管安怎，咱既然告别这是上帝话，所以讲道的人一定爱回应。我嘛要坦白大家讲，我伫遮所做的解说嘛无得较真准确，是无毋对。若毋是圣神的引传，咱无可能会当自责；若毋是圣神的引传，徛伫讲台顶的人嘛无可能会当做出解说甲回应。不过我真爱卡巴特为着罗马书第5章12节到21节所落的一个标题，叫做“新世界”。这我放伫顶头。伊内底安尼写，伊讲伊原本是伊所是，咱所认捌的人，就是上帝受气的人。上帝看伊做受气的人，总是也伫这个定义的内底，新的人。就是我所毋是的人，咱所毋捌的人，就是上帝面前的义人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神学家咧讲新甲旧，就亲像保罗所讲的迄个新甲旧。无论是两个团体、两个时期，马丁路德讲
这是两个时期，就是旧的人甲新的人，这其实拢有可能是保罗所要凸显出来。伊借着亚当甲基督来指出人类有可能的两种命运。迄两种命运就是罪，互咱会死；恩典却带来活命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保罗咧对咱讲：当咱读到亚当的故事，当咱读到耶稣基督的故事的时阵，咱应该爱注意到这项代志。这嘛是咱生命的故事。人离开上帝心意，结果就是死。加在有耶稣付上十字架的救赎，这个恩典会帮助咱行入活的路、生命的路。总是就亲像马丁路德所讲过，基督徒的一生是罪人，上时嘛是义人，且毋通轻看。人生命中有可能偏离上帝，拄着苦难甲邪恶伫咱身躯顶头所起的迄个作用，就是基督徒嘛会拄着这苦难甲邪恶，就是基督徒嘛有可能会拄着。总是加在是，咱通借着耶稣基督求伊伫咱生命中掌权，这是上帝恩典。搁较会当互咱醒来，刷落来改变，行上这条生命的路。提摩太凯勒牧师，伊捌讲过一个故事，伊讲伊伫纽约这个教区的时阵，拄着一个人。这个人捌伫一摆的毒品交易内底，买卖内底毒品买卖内底，伊的面着青。所以，互伊差不多失去所有目睭所会当看见啊，伊的视力差不多拢无去。总是伊去对牧师安尼见证，伊讲：当我肉体的目睭互人关起来的时阵，我属灵的目睭却互人拍开。到尾，我看见我家己过去是安怎对待别人，所以我改变。现在伫我人生第一摆，我有真正的朋友。这个意外，互我付出可怕的代价，总是我要讲，这是有价值的。我到尾有这个我生命中，互我的生命有价值的物件。伫清朝时代，黄连杰。伊是一个读册人，伊嘛学过法术，伊后来成做东港东龙宫上要紧的当机法师啦吼，做红头当机吼法师。总是有一天，伊伫东港的迄个街头，伊听见是代笔牧师一个阿伯啊，伫遐讲故事传福音。伊听到迄个故事应该是龙珠回头，结果连结伫遐听到了，深深互即个故事吸引。伊心内底挣扎，有一个声音讲：你爱跟对上帝，转去上帝老爸家。总是另外一个声音爱伊讲：你毋通袂记一个，你是东龙宫大家拢要去找迄个。上大机的法师呢，当机呢，人拢要找你做法呢。上尾，伊决定要跟对这个号召。原本黄连杰因为伊所生的囝儿，一个后来拢无去，头前所生的拢无去，所以伊对伊的某真残忍、真严格。总是伊的某发现这项代志真特别，伊的翁婿逐工转来开始无啥共款嘞，对伊哪来哪温柔嘞。
然后更较奇怪的是，伊的半暝，伊毋是半暝哦，日时读一本册，迄本册是当时清朝时代上早翻译出来的福音书《马太福音》。伊会伫遐常常咧编即本册，就是因为好奇，所以伊的某黄连杰的某，伫伊困去了后，就偷偷暗时就起来，去编迄本册。直到有一天的暗时，伊发现伊的翁婿就徛伫伊的脚趾后，两个人伫遐三揽，互相求讨赦免。对打以后，上帝稳定临到这个家黄连杰，互黄连杰后来成做初代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初代教会牧师。伊所生的大汉囝叫做黄树明，后来做中央中学、甲东门教会、台南东门教会中央中学的校长、校牧。伊的大汉孙黄宗辉，后来成做台南实验院的院长。这个拢诚做影响台湾初代教会真出名的牧师，就是对黄连杰开始的。愿耶稣基督恩典赏赐，互咱伫伊所掌权新的世界。假使咱是一个领受伊恩典的人，圣神帮助咱，互咱伫伊的新的世界内底，得到转化甲换新，像是。咱会当得到这个新的生命，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你知阮实在不配，就是阮相信你有缘征集伫罪甲邪恶的内底。主求你怜悯阮，帮助阮，互阮真正。诚做圣神引带阮，互阮真正行即条有活命的路哩。求主帮助阮，求主医治阮，求主赦免阮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